你以為人生巨大嘅改變都係要靠一次次轟烈嘅決定？咁你就錯啦。其實真正能夠改變你命運嘅，就係嗰啲小小嘅決定同埋選擇。就正如你今日會運動啊，定係會選擇躺平？還是你會選擇睇10分鐘 YouTube， 定係還是會閱讀10分鐘呢？又甚或乎你今日會選擇好好地去鼓勵自己向前行多一步，定係還是會繼續責怪自己做得唔夠好？呢啲微不足道嘅小小嘅選擇，都係去用嚟塑造一個全新嘅你嘅。腦神經學家話俾我哋知道，我哋嘅大腦係會能夠被重複訓練嘅。每次你作出選擇，都會喺你嘅大腦嗰度鋪起一條小路，而呢條小路通過我哋無數次咁樣去重複去鋪嘅時候，佢將會變成一條高速公路，讓我哋同我哋所有嘅願望啦，我哋想實現嘅嘢啦，都可以通過呢條高速公路咧，去到去對齊，並且去更快實現我哋嘅夢想同埋願望嘅。當你每次選擇去同你願望同埋願景一致嘅行動嘅時候，而呢條公路就會變成一條高速公路，並且會讓我哋去帶到我哋去自己想要嘅夢想嘅目的地。呢個就正正係吸引力法則所講嘅，能量喺邊度，實相就會喺邊度啦。你以為佢只係一個小小嘅選擇咩？其實佢正在累積你嘅能量，決定你嘅願望係咪能夠實現得到？嘉許自己，因為你每一個你作出嘅選擇，都係讓你變得更加強大。好啦，去到呢度，我邀請你做一件事，請你今日為自己定下一個讓你更加接近你夢想嘅一件小事。留言話俾我知，你今日到底為自己作出咗一個點樣嘅選擇，並且讓你更加接近你嘅夢想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，拜拜。